我諗大家都知道發生咗咩事㗎啦，交俾阿咪你講下頭先發生嘅情況。咁我哋啱啱處理緊客戶嘅個人資料嘅時候咧，收到一個勒索攻擊軟件嘅警告啦。咁我哋已經即刻切斷咗網絡㗎啦。我哋而家啟動應變機制，所有消失成員已經喺呢間房啦，仲有線上嘅同事，我哋一齊應對。我哋 IT 部同事而家喺後台處理緊。OK，咁我哋要繼續監測其他系統有冇異常啦，同埋去了解下仲有冇其他個人資料外泄嘅情況出現。大家而家睇到嘅係我哋公司每年都會做嘅網絡安全攻防演練，從場景設計、工作流程、通報機制到每個部門之間嘅溝通，全體同事都認真對待。日本總公司亦會參與其中。實戰演練嘅目的係希望同事清楚知道應對嘅程序。萬一真係發生網絡攻擊，都唔會手忙腳亂，把握採取補救措施嘅黃金時間，盡量將影響減到最低。除此之外，我哋會定期為員工提供私隱相關嘅測試，要求佢哋如果唔小心開咗疑似釣魚電郵，要喺45分鐘內呈報。而喺硬件上，公司採用封閉式嘅生產網絡，為每個客戶設立專屬嘅溝通同埋資料傳送渠道，減低潛在嘅網絡攻擊風險。我哋印刷廠嘅保安措施同樣嚴謹，例如廠房內禁止攜帶手機，而且只有特定嘅同事先可以操作機器。日本本社が主導するグローバル CSAT では、定期的に会議を開催し、脆弱性の評価やインシデント対応計画、標的型メールの訓練、サイバー攻撃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などを行っています。香港の CSAT チームも香港側で定期的に社員向けのトレーニングを実施し、地域を超えた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意識の向上に取り組んでおります。また、グローバルな訓練や会議にも積極的に参加し、インシデント対応やトレーニング内容についてフィードバックや提案を行うことで、グループ全體のセキュリティ体制の強化に貢獻しています。香港特版資訊服務香港超過50年，主要嘅客戶包括政府部門、各大銀行同保險公司。公司主要業務包括信用卡生產、電子同紙張月結單製作同發放，以及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等。我哋每日都需要處理大量而且敏感嘅個人資料，所以公司非常重視資訊保安嘅工作，喺硬件同軟件方面都落咗好多功夫。我好高興香港特版資訊獲得私隱之友嘉許獎嘅卓越金獎，相信呢個係公司上下從生產、資訊保安以至銷售同事共同努力嘅成果。我哋承諾繼續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嘅數碼方案，秉承集團喺全球經營嘅理念，讓文化煥發生機，用心創新科技。